自2024年10月13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纪念犹太王国受掠。圣经咱做来听读耶利米哀歌第1章19到22节。哎呀，这个早前人客人的城市，现在竟然趴荒。早前伫列国受敬重的，现在竟然亲像寡妇；早前伫大城市做王后的，现在竟然落魄甲做奴隶。伊规暝哀哭，满面目屎。早前的爱人，现在无一个来安慰。伊的朋友出卖伊，变做伊的对敌。犹大流亡伫外邦受苦做苦工，因住伫列国，袂当安然徛起，因受围困，无路逃脱。探到锡安的大路哀伤，因为无人来过节。所有的城门封锁，祭司哀叹，少女悲伤，锡安郁卒痛苦。伊的对敌变做主人，伊的仇人欢迎赏识，因为伊一遍搁一遍背叛，上主互伊受苦，伊的囡仔互对敌掠去。锡安的欢迎已经消失，伊的领袖亲像找无草场的鹿，因闪避追入因的人，毋久无力通走。耶路撒冷困苦流浪的时，回想伊早前的荣华，伊的子民落伫对敌的手头，无人救助伊。对敌看见伊沦陷，讽刺踢笑伊。耶路撒冷犯大罪，诚侪人会笑变。早前尊重伊的人，看伊现在赤身裸体，就藐视伊。伊家己哀叹，见笑走去灭。伊的误会高着伊的群，伊毋捌想到家己的结局。伊的坠落，互人着惊，无人安慰伊。上主啊，求你看我的苦难，因为我的对敌在对我创手。对敌伸手抢夺伊全部的财宝。伊看到外族人侵入圣殿，就是上主禁止因入去的所在。人民哀叹吐气，四过找食，为了救性命，摕财宝换食物。上主啊，求你压落看，看我变做遮尔悲惨。恁遮的过路人，恁减拢无要紧，恁四面观察，减有人亲像我安尼受苦楚。这是上主大受气的时，互我承受的痛苦。伊对敌面降火，伫我的骨头内面燃烧。伊设罗网填我的骹，互我跋倒退后。伊放我孤单，互我规日悲惨。伊将我罪过的担绑伫我的颔颈，互我精力打去。主将我交伫我无力对抗的对敌手中。主击杀我所有的勇士，伊调集大军攻击我，夺取我的少年人。主吞踏我的人民，亲像伫酒窟踏葡萄共款。我为着这个事啼哭，我的目屎直直流，无人伫身边安慰我，无人互我搁再得到气力。我的人民
孤苦无助，因为我的对敌太赢我。惜安伸双手祈求，毋过无人安慰伊。讲到雅各，上主已经下令，予使周围的人诚做伊的对敌，因将耶路撒冷看做污秽的物。上主公义，毋过我违背伊的命令。万国的人民，请听，请看我所受的痛苦。我的少女，我的青年，拢受掠去。我甲朋友求援助，毋过因欺骗我。我的祭司甲长老找藉要救性命，煞断开死伫城内。上主，你看咧，我遮尔不幸痛苦，我的肠仔滚甲，我的心肝结归球，因为我大大背逆。伫街路有凶杀，伫厝内有死亡。人听着我嗨惨，毋过无人安慰我。对你听见我拄着的灾祸，拢因为你刑罚我来欢喜。愿你宣告的日子来到，互对敌甲我相款受苦难。愿你看见因所做的邪恶，甲因刑罚，亲像你因为我的罪过刑罚我相款。我因为哀叹无煞，我的心神衰懒。纪念犹太王国受掠，主前587年，埃婆月第9日，大约伫新历7月中到8月初之间，巴比伦人摧毁耶路撒冷的圣殿，佮掠走犹太人民。因为安尼，即日正做犹太人民哀悼圣殿被毁的日子，纪念过往因失去国土主权甲圣殿。对着1948年现代以色列宣布建国以来，耶路撒冷这座以色列远古的首都，正做自由开放的城市，每年吸引近100万游客前往，其中1/3来自世界各国无共信仰的人士，含犹太人享有同等会当进出圣地的权利。对现代的犹太人来讲，守圣殿被毁日的意义，纪念较济过悼念。犹太人认为，透过圣殿被毁日的纪念活动，通缅怀历史，因为安尼有袂少犹太人为伫即日奉行禁食的传统。伫24小时内无食无啉，邀犹太人简单伫当日暗时禁食，也是伫一日的中昼过后悼念。先知耶利米捌目睹圣殿被毁，甲人民受掠的悲惨历史，袂禁地就写下哀歌。耶路撒冷困苦流浪的时，回想伊早前的荣华，伊的子民落伫对敌的手头，无人救助伊。对敌看见伊沦陷，讽刺踢笑伊。伫诗篇137篇第1节，诗人也捌悲叹：阮坐伫巴比伦的河边，一个想到锡安目屎就流。圣殿被毁日是犹太人哀悼纪念的日子，毋管身在何方，各地的犹太人会做伙伫即一日组织悼念早日耶路撒冷的沦陷，做伙上托祈祷文，共同分担忧伤，包扎群体捌经历的剧烈苦难伤脆。伫先知耶利米的时代，耶路撒冷所面对的苦难是全面性的。当敌军压境了后，圣殿的宗教活动全部停滞。
领袖全部拢败亡，人民也拢诚做流浪异乡的奴隶。耶路撒冷虽然按盟友来求援，因却毋伸出援手。原本寄望会当得到路过者的解救，希望却全然破灭。耶路撒冷的人民受譬如做色安的女子，群体发出痛苦的哀惨和哀求，因承认过去的叛逆甲愚昧，宗教领袖拢未加以纠正，直到上帝照着因的受德，倾倒伊的受气伫因的身上。1970年代，台湾基督教教会有发表3个关系台湾福祉的宣言。1971年，台湾基督教教会对国事的声明甲建议。1975年，五文的呼吁。1977年，人权宣言。甲是上帝重视人权，呼吁国际社会和政府尊重台湾人自决甲民主改革的心志。圣经具有启示性，伊的信息针对个人、教会甲国家。圣经中关系上帝甲以色列选民的互动，提醒咱应该避免中道得罪上帝的护贴，搁着爱及时把握上帝赏赐的真理教导甲救恩。国家机器的滥权甲残忍，对人类和一切受造物的杀伤力非常小可。因为安尼，教会应该关心国家是毋是有遵循上帝的旨意，并为着安尼祈祷，希望台湾会当诚侪下伫上帝心意的国家。默想，先知揭露耶路撒冷败亡的原因，我对这得到甚物启示？先知揭露耶路撒冷败亡的原因，我对这得到甚物启示？咱来祈祷，公义的上帝，帮助我谦卑聆听先知的声音，把握圣经的真理，免得我犯罪远离你。奉主的名祈祷，阿们。愿上帝赐福你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